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ennis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係 WhatsApp 入邊嘅 Kubot AI 新嘅強大功能同優勢。除咗現有秘書功能、圖片理解、名片識別、AI 畫圖、圖像轉字、錄音轉字同文件管理 ，Kubot AI 內已經同時可以用到 ChatGPT 4o 同 DeepSeek 功能，而家仲新增改圖功能添。無論你係專業設計師定係業餘愛好者 ，Kubot AI 都可以幫你輕鬆編輯同美化圖片。只需要上傳你嘅相片 ，AI 會自動分析，提供多種風格同效果選擇，令你嘅圖片即刻變得更吸引。無論係調整顏色、添加濾鏡，定係創造獨特嘅藝術效果，Kubot AI 都可以滿足你嘅需求。除咗 WhatsApp 入邊嘅 Kubot AI 強大功能，仲有 Kubot AI 數字人智能名片功能。呢個係一個革命性嘅名片解決方案，令你哋聯絡資訊唔再局限於紙張。使用 Kubot AI 數字人名片，你可以輕鬆分享自己嘅聯絡方式，追蹤睇過你名片嘅人，分享社交媒體同作品集。唔單止係名片，仲係一個微型網站，只需輕輕一碰就可以即時傳遞。而且 Kubot AI 數字人智能名片仲可以根據你嘅風格進行個性化設計，令你喺商業場合中脫穎而出。總之 Kubot AI 唔單止令圖片編輯變得簡單有趣，仲為你嘅商業交流帶嚟全新體驗。快啲嚟體驗 Kubot AI 嘅魅力，令你嘅創意同專業形象更上一層樓。想免費體驗 Kubot AI 嘅全新功能，就即刻安排時間約我體驗下啦！